Hello，歡迎翻到嚟我哋嘅頻道啊！買得接車嘅朋友當然就係希望輕便啦，咁所以唔少人咧都希望買架小布咧，貪佢接得細架，上落亦都方便㗎。咁但係咧佢鋼架嘅車款閒閒地咧11.2kg，其實都算係幾重㗎。咁但係咧佢好輕嘅鈦合金 T line 咧閒閒地一架成4-5萬咧，呢一個亦都唔係每個人咧願意去俾嘅喎。咁所以咧隨住小布嘅專利一過咧，市面上咧就推出好多針對唔同需要嘅車款，咁我哋一般統稱呢一類嘅車咧作為國布嘅喎。嗱，咁其中咧專係用呢一個嘅鋁合金做車架嘅 ASOFAX 咧，就係其中嘅表表者啦。而 ASOFAX 嘅鋁合金國布咧，其實總共有3個系列㗎，分別咧就係針對入門嘅市場，顏色選擇眾多嘅 Y5 啦，另外有呢一個嘅升級配置主打清漆車架嘅 S5 啦，同埋佢喺系列當中最輕，我今日會介紹呢一款 C5 㗎。嗱 C5 17連埋呢個腳踏大概就係8.2kg，係我哋呢一度16寸嘅成車當中最輕㗎。嗱，相對於呢一個嘅鈦合金嘅 T line 咧，重量仲要差唔多添㗎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嘅價錢咧就差4-5倍啦。嗱，今次我為大家拆解呢一架 ASOFAX 嘅 C5 點解可以做到咁輕咧？而佢嘅配件同埋設計細節又係點嘅咧？嗱，想知道詳情嘅朋友唔好錯過，一定要睇到最尾啊！